新水演嘅客家新曲奖有耳背。安尼当好啊。采母语嘅传承嘅部分。对啊。唔单讲喺讲传统歌嘅，嘅流行歌嘅咩戲啊？係啊係啊，我咩當上我彈唱流行歌嘅乜嘅面頭。跟就等下時光過，過嚟加油哦！加油！竹東天傳嘅山歌比賽，山歌自主嘅得獎嘅歌數來到我哋節目唱歌俾大家聽。傲慢牛偏馬。 到你台，鬧熱用下來。恭喜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黃姑來，其他大家好。係啊，又要來到呢流行歌曲組嘅保庇正8歲，目前票面上5關呢，袁建斌。想唔到，想唔到，實在想唔到，對啊。今年要到6，好不好？對啊，加油，加油！比賽之前的介紹呢，評審先生，歡迎戚家偉先生。 齊思平先生、姚少奇先生、宋飛先生，來自 TVB 新嘅朋友，來自桃園市利豐蘭帶來阿妹嘅松樹。好嘞，彈好啦。 哎呀，丰南记好，谢谢，谢谢帅哥美女。哎呀，你不是客家人对不对？我不是客家人。會講客嗎？唔會，唔會啊，唔會。但是會唱客家歌嘅啦，一點點，一點點，一朵條。哎，一條，呀嗱，就學一條。就會點會嚟需要參
看家庭的呀，真好个条呢啦，对了哟，是的，一条这干来啊哈。哦，闹热一日游。我来看帅哥美女啦。哎呦，宽养生我们家的罗帅哥，我们家的吉娜美女啊，我要来看啦。哦，是因为这样子。加宽地来之后，我们的咯，加练几条嘛，你多看几次，多练几条嘛。哦，对呀，我要多练习，然后以后要常来。走的啦，对，没有他想说，他就先这一条试看看，试试水温。如果有过的话，再马上加紧练习。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可以吗？是这个意思对吧？我是想这样的，但是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啊，真的哈，你只要练得起来，怎么不可以？对啊，那我要加油，对啊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能只有一条。因为我学客家歌没有学很久，才学。很短的时间，所以还没有很精炼有客家歌。为什么会想要来学客家歌啊？学这个客家歌？哎呀，因为对这个比较惊艳一点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本来我对客家歌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有拜师学艺，拜哪个师？拜谢明寿老师跟杨桂兰老师，敲门书欣赏还有桂兰欣赏，结果他们成立了一个歌唱班，那我的朋友就邀请我去学，然后我就盛情难却，我就去了。难怪。然后我就听，哎呦不错，客家歌还蛮好听的呢。对啊。可是客家歌我学的时候我要注音，注音只有我自己看得懂，别人看不懂。然后我们杨老师就说：“哦，凤兰你好厉害哦，你那个注音只有你自己看得懂。”我说：“对，那我没办法，背得起来也可以啊。”对呀，可是简单的歌先学啊，谁会乱讲？可是客家话有很多那个音咬字，我真的是对，我真的是有一些鼻音的部分啊。那个时间久了以后就会了，久了就会，跳那么，你问他讲还有你那种对呀矮呀，这个我真的都完全不会，对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对，所以。我有很多咬字没有很好的话，要请老师多多指教。一定会指教的，你放心。来，我们就先找第一个很严格的。你的照片欣赏。这位老师。凤兰姐姐，你唐也是客家话，唐唔是，我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唐唔是，那我就尽量的说华语让你听。好，我先说。谢谢你认真的学了这首歌，你不要觉得你说的不好哦。就是除了几个咬字让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客家人之外，其实大部分你都唱得蛮准的。真的，谢谢。可见那个注音还是可以传下去。开玩笑。我先说，我先说这个，我看到你唱歌的部分，就是你站上台，我觉得你气质很好，你平常就有在唱歌，我觉得你的气质非常非常的好，唱这首歌也挑得很好。就是你的基本功有，譬如说你可能在唱台语歌啦、华语歌的时候，那些歌曲的节奏也好，都抓得非常非常精准。可能因为你不是客家人，所以呢，有一些你专注在咬字的时候，你就忘记怎么唱歌了。譬如说这整首歌，你的音准就有很多的问题。对，音准你回去听看播出，特别是尾音，还有中间，你可能想要让那个咬字变得很清楚。譬如说你每一首的字有那个女音很不好发音，客家话有很多是往鼻腔共鸣走的，所以呢，这样的方法要怎么解决？不管你是唱河洛语，或者是华语，或者是特别是客语，你一定要念到非常熟。你念到很熟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说那个客家话了。譬如说 V 字这有情感路，它其实顺着就过了。因为你刻意，是你的气又不足，所以你的尾音就掉下来了。然后让这整首歌每一句只要有子女的这个地方，或是有鼻腔共鸣的时候，每一句都是断的。断掉之后，你没有气了，所以整首歌的音准也不对了。你其实把这个基本功，或我跟你说的这方式，你套在你唱河洛语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我还是建议你，就是每一首歌，不管是什么歌，拿来就先念。去了解他要唱什么，就不会觉得这首歌好像都很平。你的技巧有了，你把10分的技巧放在这边，等于没有技巧，你知道我意思？那我觉得你有基本功，基本上，第一次能把客家歌唱成这样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你要继续练，我觉得你可以，你有机会继续留在这边。谢谢。对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你有基本功，而且你选择这种比较早期这种
传统的流行客家歌是很适合你的。譬如说你这种演歌的方式是很有韵味的，只是因为可能你的对于这个歌的了解不够，还有你的咬字没有你自己很在意。其实你已经讲得很好嘞。真的讲啊，我不知道其他老师觉得怎么样。我觉得他已经唱得很好了。你如果不说你不是客家人，我还觉得你是客家人啊。所以回去验一下你是不是有客家血统。好了，谢谢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觉得鼓励你，然后谢谢你唱客家歌，不止这一首。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你有10首、100首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啊。谢谢。那就来看一下你的分数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欢迎阿李峰来个分数。哎呦，还不错嘞。还行哦，还行。还可以呢，还可以，就是谢谢老师，真的，谢谢你们的鼓励，谢谢。下次多几条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只有1条。对，练个5条这样子，好，至少过5关嘛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东南自己哈，两边可以哈。哎呀，好可爱哈！多等一下。好来杀来，杀来陈总法到了客家本色。谈完了。3万大兵赶上钢铁，老乡初次几10年，不舍埋怨。世世代代就安样轻轻传家，200-300年无改变，客家精神无退。进步，社会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人间。奉献世间客家人，守护心田。正当做一个良善的人，就像应该路出现。出中原，千年万年。客家本色。哇，进来姐要3副。这是你作秀的衣服。对，风当当的。哎呀，这是跟哪一个舞蹈团接？昨天虾皮买的。虾皮买。哎呀，就到了，昨天买，今天到货。还不错哎，前天买的啦。俩一冲周等呢，哎呀，周等，这有点生疏，没有。难怪我每一次去表演，我的舞群都是穿这种衣服，啊，全部都在。每一天唔做嗰3副咩青岛，有咗一做粗型嘅，基本买咗嚟自家改。对，好看，好看啊，又便宜又好看，又在舞台上懂亮，懂亮，站在旁边我也觉得好亮，会闪到。你是当药师？哎呀，做药师啊，做药师还是药师？key 吗？不是打药师，是那个药师，就卖药的，还有健保药师啊。那我们有跟自己开药局啊，自己开 QQ， 我跟诊所配合啦，然后就又单哦，你拿到又单一批药医师的处方，当做你牙边拿药就甲药的分好。偏颜色，这个有乜个质检嘛？有，那以前迄偷药学系啊，台哈药学系，然后就高考药师个国家高考药师，那就好多。那这样有没有什么一些，比如说不用医师处方就可以拿到？有那个，例如呢，感冒用试试，咳嗽用试试。鼻塞鼻炎
用试试。好，这不用了，这是廖陈耀。中就做的嘞哈，陈耀可以。哎，做药师没懂腔，懂还考国家高考，对啊，对啊，还可以这样子讨到娇妻耶。哎呦，所以他是什么意思？一样。去你那边看诊。那不用以前来，你的要求不是就买药，买感冒药，感冒药也是买，也是买对，然后就是缘分啊，缘分啊，还是老婆对你过敏？哎呀，这就过敏，所以就只能吃你这边配的药，配的那个卖的那个过敏药给他。哦，感情真的懂，开玩笑。然后他老婆是这样，就是两个人那个，哎呀，非常甜蜜啊。然后我问我太太也都是。螺粉，牛粉，对，罗哥怎么来我们家蹭饭？哎呀，你还有一定要在哪里？哦，在中立啊，中立交流道那边这样。有啊，来，来，像是非情商公平哈。好来，總法頭擺看到啦吼。我講頭一擺看到，頭一擺通創過嘅，基本係通創過嘅動詞才，雖然講係對我來講係上分嘅面孔，啊不過呢，我聽起來有感覺到就係一種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的唱歌，這是一個對舞台當行來彈一位歌手唱歌係一種當好享受嘅感覺啦，吼，當享受嘅感覺。基本唱一個客家本色啦，對客家人來彈嘅話就會講，大家都很熟悉嘛，當首詩要首歌曲，所以呢，有嘅內容呀，乜東西就本大家有一種共鳴感，好，共鳴感。基本帶來嘅部分呢，我知道冇乜嘅太問題啦。好，啊，唔過呢，係講本物嘅建議話，就係因為有陣時啊，可能呢發言也好啊，也係講嘅咬字也好，確實會影響到一首歌曲上嘅表達嘅方式。真嘅嚇，啊就係今日也唱一首歌曲，係有乜嘅上一本建議部分呢，可能就係唱過嘅《同山過台灣》，灣這個字，可能你的氣質用一半，後面就虛掉了。同山過台灣就沒有了。末班兩圈又沒有了，這樣類似像這樣，我們在用氣的時候是要一整句用，然後再慢慢的收尾。可是你可能會在最後一個字還沒結束之前就把氣吹掉了，可能後面就會顯得很虛。好，那這是第一個。聽一個就係講，那用破嘅方式啦，你記得要讓自己很穩的表達，好，比如絲絲推推手，按用輕輕穿嘎，每一個動作都要讓它很紮實。但是我可以建議一下，我可以請壯老師幫忙嗎？壯老師，壯老師，醒一下，壯老師可以幫我打個客家本色嘅鼓啊！好，你仔細聽他的鼓的聲音啊，噔噔，絲絲推推手，按用輕輕穿嘎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，謝謝壯老師，就是動那個聲音，你順着那個動聲音，還要打 ending 幹嘛？對，你才會把拍子抓好。也就是說，樂團給你的是很多要把拍子抓好的訊息。有個最基本的就是我們壯老師，你一定要認識他。好的。對，一定要認識他，你耳朵一定要聽着他的鼓，動，才不會跑掉。絲絲推推手，按用輕輕穿嘎，200-300年沒改變。你知道我們手台。這樣啊 ，OK， 不過你真的很棒，我希望能夠繼續加油，謝謝。好，快下粉絲了。快下陳總法嘅分數。有新衣服，哎呀，恭喜啊！終於華了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加油，加油，記得要認識哪位老師？好，壯老師。他會自己，其他老師都要認識。好，每一位老師都要認識，不然每個老師都可能出事。我跟你講，對，幫你出事。每一位都要記住。好嘞，來，謝謝。準備當場，好嘞，下來。係李修儀，我總係同我講，連老師告訴我。哦，對。將卡到紅，學東紅是配公牌，
一心为偏财款，都爱生意思考，发现末了年少该懵懂，丰富日切度，信手拈来，不再复习绕对，声音讲，四海对爱讲，快乐自家所写。 整下佢嘅果嘅，好感哦，好溜嘅，好溜嘅，講好溜嘅，好溜，好溜嘅。動力開啦，因為講真咧，佢乜嘅果嘅，即創業做乜變嘅自家果嘅，自家 MC 啦，係嘛，演戲，破個很難哦。破個對對 ，hold 住這個狀態。所以難怪真係係啊，到處得獎。對啊，到處得獎啊。係啊，太貴了哦。太貴了。他是有去國外報獎的實力嘛？有實力啊！其實你倆哈，青島嘅客家歌手咪有一波啊，都有經過成績啦。黃喬英啊，也係講紅音樂團啊，全部都有得名哦。哦，哎，懂厲害哦。所以你在人生目標當中，你有想過一件事情嗎？沒有得救嗎？就如果我還是每天悄的過日子就好。對，比如說我要創作歌曲，然後出專輯，然後得獎或什麼。我看你嘅發文全部都運通。啊，今天有來運動，到此一遊，哎呦，也還講是就同朋友看下你要那種到此一遊的啦，就這樣快樂的過日子就對了。哇，這剛好最近很多朋友，係啊，來台灣親愛啊，來回來啊，不然就是來聊啊，轉機啊，然後應該肇慶跳動魔漢，工作啊，練購啊，拍臉啊，所以都只有午夜場有空。帶給他一撩，就是酒場就對了。對，然後因為大家都一定有一個年歲了，30歲，然後大家都是已經很想，都是社畜們，全部因此全工也要上班啊，他走流轉，就信義區玩一玩啊，就圓山玩一玩，然後之後轉類。30幾歲而已，就這樣。不要那麼真誠的眼神。我們30幾歲那個時候沒有看到太陽出來，我們是會咩？臉還沒黑啊？而家係冇。亞中的。你係幾多點會水？幾多點會水咧？職業別冇功用啊，幾多上班啊？我現在比較早，大概3、4點。真的哦，我們就1點多就大家各自回家。現在年輕人都很講究健康，有咩親後啊？係冇哦，我運通啊，啊還有嘅休閒嘅生活啊，該有的都有。其實這樣很快樂啊，我覺得這樣很棒啊，平衡就好。不一定就說哦，我一定要達到什麼目標，其實生活過得快快樂樂，我覺得。錯。對啊，是一種福報。對，需要 balance。但你還30幾，還可以拼一下。對，喝就沒關係了。但是我現在看老師一直在討論，老師眉頭深鎖，連討論嘛，該東西，對。係哦，你嘅小奇先生。好，少宇哈，那評審哈，對的，你從那選到是國外哈，這個自我突破感覺當好，但是就我個人呐，我個人一個認為說，安永平就是。
你刚刚诠释的方式是歌手个人特色风格的展现方式，但是你忘记你炫耀国 Q 的律动跟你的声线的位置都不一样。要蛮讲的，就是你的丹田它强哈，在中低频的部分，你事实上就我们前几集都会看得到，就是你的杀伤力可以拉得很大，但是你选的要是国外好，曾小军就是国外，你想要模仿他那种跳跃的这个方式律动在唱的时候，因为夹给咬是没纯 N6 视线的咬字，所以当你去模仿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一开始从一开歌到后面最后一句，你就发现同一个问题，你在口腔中音的中频哈，连中频以下都没有下，就丹田力就某，你的中低频完全没有啊，而且这完全没有是你故意控制把它消掉的，因为你在模仿他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这方式也是对的，也可以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就是你整首歌都浮在那个平均率上面，聋哑去给它供应跟声线啊，完全是两码事。而且到了第二遍的时候，你想要加重，你又不敢加。听一遍，你想要加重力了嘛？哈，尤其因为你的频率在中高频的时间压喉音，所以到了最后一个升半音这个转音的部分了，整个 pitch 跑掉，没有到，那 pitch 都没有到，对，而且听起来很奇怪，你那个律动跟音乐的律动跟主唱律动是分开的，所以我说要讲一点，就是说。你已经是歌手演唱的模式，嘿没爱请到人家上线的重点。你可以到97、98分，你也可能只有92分。那问题就是，当你要诠释突破的时间，你因为就是你个人风格的认知上面，可能不能那么轻率。真的呢，因为从用心来看的时候，你已经做到那个保卫快要做上去了。既然同分2次，它的原因就出现在你企图心，跟你有没有很精致在处理你现在站在舞台这个角色。我讲因为你今天没有处理，而且放松了，而且那个后面还跑了不少音呢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说，我认为你有很好的实力，但是可能在思考量部分啊哈。我个人觉得是要回到你上线的中点、中低频拉韵，你可以唱到13、14度啊。这个歌后面既然跑 key 了，就是声线位置不对了。好，给你一个好的建议。谢谢。都是你那些朋友害的了，带你去喝酒，哎呀，对。好嘞，你们懂乖啊，懂乖。来，看一下你个分数来。看一下李秀仪的分数。讲到了平均值94，对啊，94还可以啊。对啊，那好啦，不错的了，不错的了。广东还是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已经好像快完蛋了一样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给他标准动高嘞。哎呀，对，他本来都可以到96、98的。嗯，是有轻高分高啊。对，好吧。今晚还是个。哎，不要，还有下一次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好，来，杀了。杀了，罗家园带路出发。好的，躺快了。关了又卡关2周，对不对？阿里动态，对，没错，5关就开阿里动态，动态5关都好，你懂哦？你用班重过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们而家越冲越火。你上的迄台气架都清好，俺用班都有养的都小可以洗洗嘞。背了一擦干那个包袱，一路从北南那个州
今天你的态度就很好，还不错哦，真的。嘿，光看这个服装造型，就有比较松的感觉，然后唱歌的那个态度，哦，今天真的，今天你吃到有会做的吗？今天还可以，可能有点触底反弹了。我的现在的心态就是，再怎么糟糕也不会比上一次糟糕。所以你就不给力啦，这种感觉是不是？今天的风格就是家里练歌。他上一次真的很糟糕吗？很糟糕到怎么样？小康老师，你刚刚笑得这样子是？你笑得这么大声什么意思？哪个意思？还蛮豁达的，蛮豁达的。啊，你有啥就这么豁达？是你笑得太豁达了。对，因为我一直触底，一直没有反弹，等好几年了。哎呦，真的很棒嘛，对的，对啊，很棒啊，亲厚啊，对啊，蹲低跳高嘛，是不是一样的概念？对，你上个礼拜真的是那个完全是走样，那已经有的老师没了，那上个礼拜这怎么会？唔顶用，搞还没，用紧张呀用呀，突然这样子。然后有唱到一首好像唔咩去个硕士的歌曲啊，对，好，还好有保下来。对，后猜有保下来，那下礼拜你看他就佳云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对，重新再出发，出发，很棒啊！是啊，你在家里会做一些什么菜？对啊，你爸妈都很会做饭吧？对啊，你们也轮得到你吗？你们家不是卖吃的吗？对啊，对吧？卖吃的呀，就是因为他们都很会，所以我就不会。哦，不用会了呀，不用会了，不用会啦。对，大家都会啊，让别人服务，大家都会，那就给别人会就好啦。没错。好来，从这来，给唐飞欣赏公平一下。好嘞，佳云，好，你的嗓音真清厚，真的声音很干净，很漂亮。好，那大概有几次没唐冲过，给不你唐冲过，我觉得你又进步了，真的又进步了，很漂亮的声音，而且你在高音的时候也是很松，好，就非常的喜欢你的音色。但是给不你亚述歌曲，还是感觉你唱的太规矩了。好，整首歌都很规矩。那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你唱歌的时候，你的口型，你口型要打开啊。太普行起爱嘅么？太普你要太普，太普行起爱嘅，对吧？爱去远方，去远方情梦，就没有觉得你要去了。去远方情梦，没有这个感觉。去远方情梦，你那个口型要把它做出来。哦，我觉得因为今天这首歌有好几遍，好，你前面这样子，但是我总是希望就是后面你总可以再多一点，好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比较轻打松，就会你整首歌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不管几次，好像都差不多。我觉得你要去训练你的口型，要把它打开。好，那个你看啊，老快那不你一半呢，你最后一个一半也可以做一点嘛，已经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听到。好，你最后一个。看看要怎么样的去把它做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再来就是有那么多的爱 voice， 对不对？爱 voice 那个爱 voice， 爱 voice 全部都一样。爱 voice 那个 v， 你可以怎么样的去把那个力度用出来？有4个，好，你前面2个，然后第3个、第4个，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爱 voice 去告诉别人爱 voice 按用？好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可以再多一点点去想一下，怎么样让这个歌的层次可以做得更多。这么漂亮的声音，好好的把你口型打开，让你的声音能够飞扬上去，跟着你的这个歌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你整个要表现的是非常的悠游自在，这个我感受得到。但是在悠游自在当中，可不可以更多一点点，让我们感受到你那个整个愉悦的希望？我觉得你可以在好像一次一次的梦想更加的鲜明，那个感觉可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。我就觉得，哈纳卡后一定会更好。好，那但是我还是觉得今天不错，就是中规中矩。如果想要拿到高分的话，欧希雄怎么样的去突破，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歌做得更让我们有亮为之一亮的感觉。
好，前面的铺陈，中间怎么样改不会怎么样改，最后要怎么样的去做它做结束，这个很重要。回去可以再思考一下。我想下一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不管你是表演或者是去外面比赛，我相信你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好，很棒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哦，看分数哦。好，看一下罗家允的分数。哎呦，94分啊！94分，跟他都会下台哦。係啊，再來比看下嚟嚇，整同競技，謝坤一下哈，家允點樣表現得講好？係啊，哎呦，殺下來，殺下來邊面咋？哎呦，唔管你啊，人間比得嚟吳彥華。哎呦，佢創意種歌嘅，哎，來看一下，做得吧？挑戰哦。點點糖風中傳來輕鬆，繁華嘅世界本係一場夢，失去嘅難再留，雖然心還在痛，人生本來就係無常。又何必一粒信仰無窮？又何必言談人生一夢？發無言在心中，不戀不情不愛，徒留花雨淚般掉落。心中，假使遗憾由心來想象，以愛度過困難嘅途，無言法墜落在風中，無言法沉埋在心中。假使遺憾由心來想象，以愛度過困難嘅途，飄在風中嘅無言法。哎呀，難得唐綺聰抒情歌曲，當球啊，係啊，當球我唱抒情歌曲嘅，係啊。抒情歌對你來講會較困難嘛？因為有口氣，還有嘅情緒感情。然後五關呢又卡關2週，對不對？對，沒錯，喺阿里動態，動五關都我啲動哦，唔知用乜重個。係啊，會啊。唔係，而家越唱越好，越唱越好。你上嘅係台詞架都清好，啱用版都有讓佢哋小口一些咧。嗯，是你這有場時可能太忘我了，太忘我之後，你就會有時候可能有些破嘅啊嘛東西，破嘅啊，會有嘛，會有看，還有檢查到啊，是。啊，唱抒情歌要好像要非常小心翼翼，這樣對啊，這種感覺。對啊，而且今天那個原作者UD 啊，哦，他
挑三拣四的很会。不过你等他给抢给评审席上，然后一边。哎呦，不过可能没有抢给原创作者来补充。我紧张。好啦，吃下落堂欣赏公平一下，好嘞哈，来抢10位欣赏。好嘞。好，啲演唱嘅條件其實係咩咩緊張啊？好，因為呢首歌曲其實做評審以來，應該超過50到100擺。哦，超過。你喺國歌，其實我當佢冇聽到簡偉唱安樣嘅抒情歌，佢都唱節奏較急啦、較重嘅啦，可能因為比賽比到厲害嘅，咩可能有緊張嘅關係。我自家，我知道那首歌唱當好。當好啊，當好，當好。特別係頭前，你以前冇法度本來當甜精做的彈一唱，當簡單的伴奏彈也上，因為我會出戲，可能你用的技巧也係講你要上線的關係，我沒有辦法進入抒情歌曲你要本來的東西。不過今邊冇強用，可能係演唱啲兩邊，那唱有緊張，嗰種緊張你係看準啲嘛？T 邊人生本來就係無常，你當講你強迫誒，你踩死死嘅嘛，都緊張。唔過後邊我講當氣氛，你 T 一邊主歌嘅表現，那個輕輕的又痛痛的，然後又往內心，係我冇看過嘅你，那種真誠感係我以前冇看過，因為以前喺鬧嘢之前我就看過嘅比賽嘅。因為我冇看過誒，我這個地方我其實就給了很高分。綁尾啲副歌嘅時間，我想講，哇！你副歌一開始就這麼多，你最尾一邊無言法，你要用改善。我想完了，我要扣你分了。沒有誒，你第一邊的副歌，你很輕鬆，你沒有太多的技巧。歌音要上去，帶沒帶下來，我覺得你沒有任何的技巧，就是你自己純粹笨呢。保美最後一邊那個要出來的時候，我覺得你唱得好好哦，特別係很難嘅懂，還有飄在風中嘅那個無言法，那個就是那個遺憾，我覺得你唱出來是。呢首歌曲係我知道當少年唱出嘅遺憾嘅感覺，唱出來。我記得有一隻地方，我要扣你分，所以講你得失心嘛，雖然心含跌痛，你都沒有心，你都沒有閉口，只有兩個地方有閉口，電台有心音有閉口，還有卡斯音還有心來想想，這個地方有閉口，其他都沒有閉口誒，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，因為那個跟老師懂重要，心到心冇重要，好冇？我還是給你很高分，恭喜！哎呦，謝謝！來，劉老師，創作人補充一下。建偉哈，你按舊以來哈，我認為哈，雖然我不認為金美人的無言法唱到有我認為的要得到這分數的標準，但是我給你算是近期最高的一次。哎呦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在這個旋律，還有你個人演唱的過程當中，你的心有放在裡面。由於在控音呀、氣音的部分，是我們參賽者懂是有感用哎，而且你放了一個氣音進去之後，你去感覺那個很空靈的，自己在那邊控音這個東西，雖然有幾個小地方跟我原唱拍子不太一樣，但是我講你因為就整個架構來講，是你個人風格特色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次突破，所以我因為就是只有一個很小的一個建議，就是你在詮釋的不管輕快的或是抒情的，有一個東西要連接，就像剛剛哲偉老師講的，就是你在處理下歌曲的時間，你有帶氣音，你有帶實音的時候，那個高低落差已經有了，但是它冇連接。那個意思哦，沒有，比如說點點糖風中傳來輕鬆，它是在一個同一個高度，你已經有做表情了，但是你沒有把它拉大。點點糖，抹掉語音，風中傳來輕鬆，沒有這個語音。就講，你要抒情歌曲，不管你唱乜嘢歌曲，他必須要把客家詩的語音給完成。現在只差這一點。就你今天聲線來講哈，我剛才講有語音這一點的話哈，
很有可能会得满分。我操！我参赛就是来做评审，按旧一了，要把自己设定为声音的空灵，可以放进去还带进去，尤其最后一句收音可以带气音，这是来按旧一的唐从比赛多俩T100，可以把语音收下来，而且是用气音，没有破。功力有增加，我希望你下次，还有一点就敢选我这个歌来要去拼第6关，也是很不容易，有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哈，继续打拼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有请小怡和有贾云乐的舞台同，来，凤兰姐姐，谢谢哈，哎呀，来。凤兰姐姐，虽然你不是客家人，但非常感谢你啊！但他练歌的歌库增加，好，张总来讲，再回来下次有机会再来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，来哦，好，沙乐宽眼睛比个分数。没有看过罗大哥，罗大哥，哎呦，看到本人哈，本人样板，烟导哦，太英俊了，太英俊了，昨天那边讲烟导，样来讲，他打发，糟糕，不讲，今天冇烟导一面，好容易哦，好容易啊，好容易，要讲下方咩动杯呢？来哦，好，沙乐宽眼睛比个分数。96.5分总算过关嘞！哇，T6关，恭喜眼睛比一面成功。也来到传统组位，爆米争霸赛，目前避免在2关的梅珍基，继续加油！哎呀，恭喜梅珍基哈，2关，又下来又上去，又下来又上去啊！就冇下来咧，繼續傳伊哈。哦呀，比賽之前呐哈，我嚟介紹下你評審先生。來歡迎湯永興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車啟貴先生。曾明珠先生，CB 先生好。還好，上禮拜就做看到呀 CB 先生啊，非常歡喜啊哈。唔錯。對啊，今日來一位新的挑戰朋友。哦，青年來哦，來自屏東的竹田，林陳貴雄帶來平板。好嘞，談過啦。三两两转悠，四两两夜晚，因为了无在呀，平安了哈嘛。
安静哈。第拜来好嘛？嘿，第拜来，还有来自安尼屏东昨天哦，昨天嘿咩，我哋非常欢迎安尼南部的朋友。没有看过罗大哥，罗大哥，哎呦，看到本人哈，本人样板。烟导哦，太英俊了，太英俊了。昨天嗰邊講煙導，樣講啊，煙導啊，客家話用嘛講。客家話，糟糕，不會講。嗰邊冇煙導嘅面。煙啊，煙哦，煙哦，唔對咧。煙應該講西摩嘅吧？煙導，好容易哦。好多年啊，好多年要講客話咩動威呢？厲害呢！你家本客家人呢嘛？沒，是那個閩南人。閩南人，因為是住在竹田。竹田嗰邊客家人多。那竹田哈，我是住在西施。那西施哈有分2個村莊，西施一個莊，一個那個過橋。董事一個莊。過橋就是閩南人，全部都是闽南人。所以家種西施就從我從屏東市家去那個西施嗰邊，是過一隻橋嘅做客家人。真的了，就好多年以前真的是有一個鍋。這年有一個做客家人。做好多年，那意思啦，跨界意思啦。但是你要按離開，你有冇講咯？係啊，你有冇講？會講哦。哎呀，一時啦，冇按會講那個客話啦。因為從細就講帶到客家狀樣嘅咧，就那你講屏東市加過去啊？屏東市加去嘅。哦，那我是聽到那個。邱霞老師哈，邱霞先生哦，哇，他的那個都馬調，哎呦，都馬調，哦，我好喜歡哦，所以又好聽啊，就像會好客家山歌嘞，客家山歌，所以你看每一個人都會影響到很多人，我們自己都自身都不知道哎，邱霞老師嘿，對啊，你就開始就對客家的這一些歌曲對就引起興趣，所以我退休以後我就開始了，我在我們那個蝸牛社區。歌謠班，成立一個客家歌謠班，我是當班長。哇，對，我成立的。那所以是邱霞老師去那邊教課。沒有啦。吳川林老師，吳川林老師也是國寶級的。哦，邱霞老師太忙了啦，太忙了，他太用演了吧？他太忙了啦，你太不用給新北市嘅用演。對呀，我就看 YouTube 的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交流一下也是很棒。沒親厚啊，對。好，來，重台了嘛，重台了，向高中欣賞公平哈。好來，今日嘅貴祥設計哦，創業平板哦，依照規矩啦，等於講所有嘅創嘅也有瓦管啦，吼，牛師也差唔多，雖然佢係好多年啦，但是還過去的啦，吼。不過佢也創可能我建議嘅，吼，係咪記得創誒山歌啊，吼？行人咧山歌嘅創法，佢較唔會安尼見團體嘅啦，佢聽咧韻要較長啲嘅，吼。三兩豬牛安尼唱，唔係三兩豬牛安尼。三兩牛豬牛，佢團體做唔得見團體，佢嘅韻就。唔可以長，應該係長腰呢東西。哦，第一可能唱歌嘅習慣嗬，然後發聲嘅習慣，也轉移到線上溝通下，嗬。其實也線上搞嚟先好。哦，唱嘅腔調也好，音歌各方面都冇乜嘅問題。所以將一個部分，然後佢調整一下，你就會唱得清楚，加油哦！謝謝老師，謝謝校長。好，你就看下個分數啊！好，看一下林陳貴雄嘅分數。
分，哎，就是一分，也分数可能。难讲，我看后杯，不是还没有过，比较低一点点。要过的几率，某一天，迄讲后杯有人评分，后杯咁冇，迄假是有人较大地位，就做评分，评分就做留下来，下一礼拜就再来评，好嘛？好，谢谢。什么不用记哈？先抽凳啊！也可以哈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没关系。好，哎呦，来自屏东的啊，好嘞，沙下来呢，沙来上班期待来落山歌。好嘞，弹个啦。山歌明月。香调多难，唱出了苦尽了老手可难。南腔北幽，彩云长南，上润流。浙江啊，分数高难。哎，你太过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阿基哥唔特别做马条路诶，啊，特别是做铁工诶，做铁工冬天呢，冬天钢铁要做得来，冬天係做關數啦，生日頭啊，半夜啊樣，唔過唱嘅價錢真好，價錢啊，要做嘅，做羅工，水泥工啦，木工啦，係啊，鐵工冇裝潢計到安好啦，裝潢計到好啦，裝潢要設計到好，但是懂門險係啊，鐵工他唔一樣，一天沒趕苦，一天就生一條，係啊，吃夾就生一條咧，對啊，是發生過乜嘅太悶險嘅事情。做到了差唔多59歲嘅時陣咯，佢一擺踢到個差唔多4米高嘅位數哦，4公尺，當日嘅時陣，生昂昂咁樣跌下來，哦，曬到昂起來呢，係啊，就啲4公尺跌下來，4公尺咪差唔多2樓咯，4公尺1樓人哦，係好在冇跌到跳樓，哦真誒，也係強勁，跳樓係跌到什麼好嘅？有用嘅冇？有用嘅冇？你肋骨斷掉了，哇，係啊。有昏迷啊，有冇？4點人對到嘅時陣，本人送去急診，差唔多4點人就真相哦，昏迷4點鐘哦，對，空血做乜嘅牙齒是唔掂，唔會昏昏地哦，有一命啊，有到59歲，因逢酒都很危險，係啊。逢凶化吉，你下命酸陽多呀。
对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。后来就今后了啊，亚洲的退休的冲山沟以后，我那天看到那个现在有发明一种裤子啊，对啊，就是他穿上去以后，就是他就是否那个铁工，就是做屋顶工作的人，他穿上去，你如果跌倒啊或什么，他那个裤子就不是，他就马上就粘住了，他看起来是那片很普通的裤子哦，就是一件裤子而已。你穿上去以后，你如果万一弄不小心你会粘到那一片啊？比如你会走一条吗？比如鞋的地方它就粘住啊，都动不了啊。你就可能讲粘到给台。对，他那个就阻力，他就不会让你滑下去啊。我算很不会做的啦。就等于摸几个对下都是摸好的。真的啊，真的。哎呦，那是命一台，也好创国就好了。好来，唱台来唱秋下欣赏公平哈。讲起来创国的东西哈，能够抒发人的情绪啊。今日啊，圣欣赏哈，给他歌词运用了清楚，恰落实下来非常好哈。你创了呢，准确嘅讲到说法非常好，来到清楚。不过可能就来到听话，会不会晕？你来到听唱，你听一啲老小歌嘅時候，你輸音嘅時候比較很弱掉，你會起不着嘅。所以初老三歌唔係講一來結唱就結唱啦。行這個感覺，你要隨意嚟自由演唱嘅方式，但是你記得講，我哋個 hit 差唔多到那邊了，你就更加好輸音，莫輕表，表嚟會不會你就起不着？所以幾首歌嚟講，基本就會嚟聽一啲嘅時老小可嘅時候，係感覺到比較很弱掉嘅啦，嗬。還有你唱歌嘅你嘅笑容。還有了家有老阿鳳老真係按聊天哦，嘅方式按笑容真好。唱落你就按啲輕鬆自由，輕鬆嗰啲你就後嚟就唔會講硬嘛，不用輕鬆啦嚇。所以你你本一隻建議嚇，其他非常好，繼續加油。好，謝謝，多謝好，來看一下分數啦，好，看一下沈班琪嘅分數。好嘞。好，冇問題，謝謝多電話嚟嚇，恭喜先同恭喜嚇，在邊當錯嚇，好嚟撒下嚟，撒落去11-3帶來3個字。嚟彈講啦，係。春天燦爛地，有去比嘅新水演嘅。客家新曲仲有意味。你當好啊！參與一個傳承嘅部分。對啊。唔單止係講傳統歌嘅，嘅流行歌嘅咩係啊？係啊，我咩當時我彈唱流行歌嘅乜嘅面頭。跟住等係時光過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春天燦爛。
啊，当家己免讲样板啦，即係傳統嘅歌曲啦，嗬，對，安尼大部分有前邊，較傳統嘅一種傳統山歌，咩大通，大通以後安尼後生嘅，也很入來，唱安尼嘅客家嘅，好似冇強用嘅傳統山歌。當好呢，我感覺哎呦哇，安尼客家有什麼樣的？對唱歌、對創作嘅部分，係冇？對。你知道就係主題唱歌，應該講主題表演。我創作呢件事情對我來講未當重要。自己樂團嘛。就係唔管係音樂啊，還係戲劇啊，就係我可能是有一個。就得就要有一個載體，可以讓我抒發。本來講愛想去講嘅法。是給你抒發就是。像佢唔單止係唱歌嘛，嗬，嗰種時咩要講做導演嘛、編劇啊，各個部分做創作嘅部分，全部都要接觸到。所以而家歌曲有創作嘅，有創作。有樂團。有樂團，還有創作歌嘅嗎？有啊。有多條嘅？我去年有一條，我有去比嘅新水園嘅客家新曲獎，有2位。有2位。啊，有2位啊！還有上去繼續網頁旁邊。有。哦，你當好啊！在某一個傳承嘅部分。對啊。唔單止係講傳統歌嘅，嘅流行歌嘅咩係啊？係啊！我咩當時我彈唱流行歌嘅乜嘅名頭。咁唔就等我時光過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給你加油啊！你加油哦！哎呦喂，好敢講，好敢講，對，人就只有這種自信。有自信行動好啊，有自信行動好啊，這樣有進步嘅空間嘛，係冇哦。好，希望亞萍繼續加油哈！坐上衛冕者寶座。常態請幾位先生公平一下。好，11三小姐哈帶來山歌子，後生就會噴錢哈，上悠悠哈，在高音部分呢也能夠有到高音嘅地方，佢哋歸屬嘅也創意了，所以講唱得也相當嘅平順，就講也歌詞啊，一般人家講拍花兒啊，也係會較文言語嘅歌詞，係冇注意看歌詞，我唔知唱嘅嚟。但是呢也冇爭哈，最主要就係講佢會能夠將嘅山歌歌詞地圖嘅內容來詮釋到相當好，我相信在繼續向唱係甚至一天行咁較好，繼續加油，好，先生，安子生，哎呦，來，看下分數來，好，看一下11三嘅分數，好。有機會啦！我希望你過4關，然後來參加流行組，好不好？然後帶着你的樂團來表演。做得咯，好了，恭喜恭喜！什麼意思啊？也可以哈，也可以。好，好來，殺下來。殺來吳秀雄帶來廬山歌。彈完啦。來，半夢。
来呀，本国佛呐。要么类似安尼屏东的乡亲啊，哎，神父动江嘞，迄组的嘛，对啊，你用啥同风嘛？国有版的，国有版的支付，版种的迄水凤色，伢迄蓝色两样。强版的嘛，有强版吗？无强版无强版哦。哦，Kiki 无强用，所以无强版都无强色啦，哦，对不对？国有版七家有七家的色两样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这要是懂推表呢，客家嘅蓝衫啦，有些个大金山嗰種感覺，太金衫，太金衫，太金衫，所以懂到安尼古裝版家如果制作安尼。安尼太金衫俩种这种款式嘅，色某一听，大家就很一致，腔啊出去表演，腔啊出去那就是大家都做安尼，同好看啊，其实同有客家味，系啊，人家退休了就充国啊，充国，嘛那老了，生也太啦，哦，孙呢也太啊，唔是读书呢，如果老人家。退休迄位身份，佮接要出去老了，老了都要去哪了？前2年人去溪头过来。哎呀，溪头啊！哦，如果有很多大学子可以用。哦，是杭山啊，你杭当。对。你的音乐有一朵伞也去溪头嘛？唔知嘞。一天哦。音乐咯，冇音乐吗？音乐咯。唔知嘞。一天大概有2万多人上去溪头。冇音乐吗？最少2000台的游览车。真的要改。然后还有这个台中、彰化、云林的公车。然后你有没有坐公车上去？不过这片是亲有名嘅观光嘅 Tiki 啊。没有，就是大家就会想要吸取分多金嘛。哦，也係順手去嘅拜個指南宮，順手就去沒有，就是聊一下。就上溪頭，然後就去那邊。你一衝呢個指南宮咩一群嘛，係嘛？猜個副群。指南宮竹山嗰片係嘛？竹山，冇強片，冇強片哦。妖怪村啊，妖怪村。哦，妖怪村啊，對，副群聊。對啊，當然就有的人去自己去，啊有的2萬人，2萬哦。你是推遊覽車，千多人一樣，1萬人2萬安尼啦，反正就有2000台遊覽車，固定哦。你是推啊2000台？2000台，2000台，固定哦。固定做一查呀，Google 一查呀，這啲，其他沒有做記錄啊。啊，就有的人要自己去嘅，佢自己去可能大概嗰邊有動作，比如個燈的啦。哦，啊床墊呢，冇就有的吊床，有的人撞的嘛，啊有的人是摔嘅對，摔到嘅啊，就摔的人就嘿。空氣清吼。就天救護車出來，太細節了。哦，從這裡啊，從這裡來向民族欣賞公平一下。好嘞。好，燒香紙哈，可能我哋南部的腔調，老北部的腔調有一點嘅無碼相同啦，嗬，所以你唱出來嘅山歌呢，嗬，比較會團參讓安樣人啦，嗬，嘅媒人嘛，嗬，會搬家錯那。我安樣人一氣呵成拿來唱出去，做唔得個搬家錯那做唔得安樣人來關係啦，吼，了是東南衝嘅問題，這個要受過注意呀，吼，韓國咬絲方面全部冇乜問題的，吼，繼續來努力啦，吼，一拜是會累積你嘅經驗嘛，吼，再來你去上山啊，去講嘅山檔嘅時節啦，海頭氣候熱時流熱嘅兩個無相同嘅氣溫啦，所以要帶到衫氣啦，作下盤條啱盤條轉嘛，係啊，像係去山林溪遊嘛，嗬，我做得早晨啊，7、8點出發，嗬，到臨暗嘅5、6點還是轉到虎口咧。哦。
嘿，我老公视察东，嘿，我老公视察东边哦，还有许多草龟孙、竹孙哦，嘿啊，所以你买去东好，伊个小球发动开的时节，出得太起家去留了，嘿，吼，安呐，吼，希望太起要注意安全，嘿呐，吼，好，加油，安子先，先生，啊，来，看一下两个分数啊，看一下小熊的分数，好嘞。坐等啊，90分，冇問題，宋先生，好嚟，恭喜啊！什麼修用字？安子姐，現在非常錯啊！好嚟，沙下嚟，沙落去黃梅鎮帶來3個字，好啦。而家喺屏東人嘛？屏東嘅，加來台北，加來北部嘅都就。見到鄰居呢，嘅。哦，貴陽啲鄰居啊？竹田啊，竹田，竹田，因為人家個聯絡嗬，我們讀書讀書啊，攏得嘅喜師。當你喜事嘅竹田嘅只竹田國中啊，嘅只竹田國中誒，讀嘅只嘅啊。哦，讀嘅咩？讀嘅好高。錯。哦，所以啲咩啲嘅狀態都錯嘅。錯嘅，就認識了就錯了啊。冇認識啦，是講算是那隔壁鄰，你講嘅隔壁村啊。冇交往啦。冇有交集就錯嘅。同批房來嘅就錯嘅。有見過嘛？冇看過。應該也來啊，殷勤。天錢咧，聯絡咩好了呢？聯絡有乜嘅好事咧？聯絡是冇啱過富圈啊，啲灣蠻主角啊，灣蠻嘅主角真係出名哦。係啊，你拜專業。灣蠻主角嘅幾條街全部都係賣主角。有專業，我想買本書好誒，買本書。嘅主角嗬，有好事咯。冇啊，唔太搞笑啦，唔太搞笑啦。有嫩哦，每一啥新都方嘅主角。真主要嘅係個文章，醬啦，醬啦，個醬料嘅真係咩？每一件嘅醬料米是冇強用，冇嘅強用，你都有個甜，你都有個甜，你都還好啦。哦，我有一擺去嘅呢，有啲 YouTube 蛇丸對吧？哇塞，大蛇丸，加木卡加胡椒嘅媽媽，係買主角嘅？唔係啦，唔係買主角。佢咩迄個閩南咪？哦，佢做出來個文章比個閩南賣主角嘅文章行啊好食。啊有啲賣冇？佢冇賣啦，佢冇賣啦，哎呦！哦，相當係好難煮少少少少。啱啱見到佢貴嘅哦，見到佢貴。佢貴啊！你啊仲要貴啊？係啊，貴多。對，但是好食。前對佢沒問題啦，好食他重要。好來，從頭來向高中先生公平哈。好來。高中好。屏東西施嘅中醫祠頭嘅樣啊。中醫祠。
高喜有得庙啊，哈，嗰邊第西式亞嘅蔬菜屏東嘅行業，當信仰中心那片。這6代當中青蔥也有一啲地方。咪記個綜藝池度嘅，伊個綜藝池啲嘅，好。冇自己咁樣創嘅三個字創新好哦。嘅老師也好，嗰個佢處理所有嘅一個音韻啊，吼，應講詩章強言吼，嗰個佢所有叫一創，可比講來創音啦，各方面吼，佢都有相當嘅處理啦，吼。唔係像平常睇自家創作人創出來啲，喺音樂性嚟講，佔相當好嘅分量，加油啊，繼續！加油啊，謝謝！創到呢好。哇，應該冇乜問題，可以唱11來都不得動，看下看分數。難得啊！貴陽字就，可能。貴陽字排車哦，按原來都有係啊。係啊，早啲啲啦，按依擺要幾筆則過來變下來，好啊，按住些哈，謝謝。哎呀，貴陽字越看越講了。係啊，不能去懂講啊。對啊，因為覺得。壓力抽他煙，喊他講。你會不會唱那個今天不回家？會啊。今天不回家。來，你唱一下。跳哪？歌詞了，忘記歌詞了。唱幾句就好了。今天不回家，像那個蘇蓉蓉的那個聲音。徘徊的人，彷徨的人。不要再叫我接這種老歌，我就怕暴露我的年紀。好了，寬粉說了啊，聽好了，寬粉每整個分數。觸動天傳嘅山歌比賽，山歌自主嘅得獎嘅歌數來到我哋節目唱歌俾大家聽。傲慢牛片那見啊，長條秋山啊，來講啊，心中有那疑問。聽好了，寬粉每整個分數。希望先生，恭喜每整季 V 面成功，9順福，永久恭喜每整季 V 面成功哦！係啊，搶登上你嘅 V 面再破 V， 恭喜，來 V 面第3關，恭喜每整季。山歌音樂會，來，今日有請到觸動天傳嘅山歌比賽，山歌自主嘅得獎嘅歌數來到我哋節目唱歌俾大家聽。唔錯，有請有冇看到嘅朋友，沒有懂熟詩嘅面啊？係啊，全部都懂熟詩啊，其實大部分都係啦。沒也比就嘅比，沒嘅比就也比。唔過咩有新嘅朋友啦，是來過啦，是來過。比就比啦，反正就係非常特別客家嘅比賽。傳統山歌比賽兩條線數啊，係啊，講到山歌字啊，係啊，嗌咩波啊？嗌啲啊，落台按咯羅斯福。哎呦，你啊，落台按羅斯那風那，嗌酒來喜上羅那。
哎呦，真的，哎，开始哦，我真的有在想，我你在创作有米西哈，真的后堂哎，你创了条特别后堂，特别有米西对吗？特别有米西，我都记起来了，开了几多年，6年了呢。厉害耶！同开唔係強用到。哎呀，啊娘，你這個還記得嗎？我唔會唱啊，這個。我唔會繼續。妹。我諾基亞那呀。好嘞，係要做得了。唔係啊。重點係你根本要得獎嘅線數。唱專業嘅啦。冇唔錯。好啦，我講 TV。第3名係領楊真帶來3個字。喂，唐啊。台太歌仔聲啦，係。中國同學堂真的啊，唔同那樣張第3名咯。其實之前100來係唔啲那一組嘅冠軍。上擺我係比小跳組。小跳組嘅冠軍哦，所以100去3個字組。係哦。啊，先用文記2位。冇啦，係記得正經係正經同會唱啦，其實好生意嘛，你同埋人好似客家3個嘅。我哋下算係。就會去家堂去家練習來重案。去家堂。全部那個陳先生教嘅。高有班的先生，你睇冇？是 YouTube 不用啊，都係但學安尼堂。係啊係。哇！
难怪台大。哇，对的。我听同學，你講咩同學？就無師自通就抄嘅。佢嘅比賽歌嘅歌詞咩自家做嘅？自家做嘅。嘿。係我條喺自家做詞錯嘛？係我禮拜第一擺就會想講做啲詞，可能自家來寫詞。很難聽哦。係啊，佢上跳，佢嘅韻，還有佢嘅詩。對。誒，其實都我非常嘅講究呢，真係有厲害呢。其實我後來就報名嘅時間搞出去之後，我就知道其實還有好多地方可能加強。係因為可能。就呢個語言對我來講，雖然我會講，我做啲像安尼溝通，不過我做一個像係文學安尼嘅形式嘅時陣，我係會發現講，我自家對那個語言所識嘅長度還係清唔啦。客氣啦，客氣講真的。對，我但係一方面，你真係做得唱高，比如講來按比青島先生啊，秋夏先生、奇怪先生了對。哦，你像個傳統嘅先生。個唱高中了對吧？哦，個這個全部都對客家嘅呢。三個研究加10年嘅時間。對對。所以唱高幾啊條，係啊，然後個學校嘅先生啊，就幾啊咁嘅客家人，唔咩？學校是較冇上客家上嘅課程，不過像係誒有社團，故所有強用興趣嘅同學就會強下來去啲學校講下啦，係做客家相關嘅事情。人咁要多，社團點會多？那要會30啥咧？哎呦，哇！30啥呢？咁多呢？係啊。佢可能就嗰啲台體啊，就社團33年，佢以後可能會影響到當到後生。係啊，因為文化部分係用人來去做研究嘅話。係啊。我哋咩要上來就行出學校啦，就唔單唱啲學校地位。像我哋有經驗咩要去給大港開唱嘅 NGO 村去擺攤呢，就去做客家嘅推廣安尼。真係啊！哦，跟住擺攤啊要唱歌啊，就咩本家睇下睇。希望唱歌啦，較多係文化還有語言嘅小記啊，還有本意是有啲人可能平時冇講下嘅反應，然後就做嚟啲彈筆當行，本記都有練習嘅機會啊。哦，人多冇？其實一度因為睇講佢唱係嘅清泰嘅音樂節啊。唔係啲啊，即係你現日嘅彈咧要多人。一度，哎呦，吃都沒神奇哦，還是你因為漂亮。漂亮。我同大嘴鼓就用客家話。你啲學校係參加樂團哦，那種樂團當神奇呢，因為想到學習那種印尼的傳統樂器。印尼啊？哦，做嚟介紹一下。是什麼樣的樂器？我哋嘅學期開始參加學校嘅甘美人嘅樂團，因為其實呢啲台灣係青少年啲學啊，就唱嘅樂器真經咩係印尼來嘅，故所我練習到咩唔係按鍵。就係嘅一台牌嘅就係全部都係啊。全部都係印尼嘅樂器。係冇唔錯。哦。人教嘅冇譜錯冇，他是用口說去教你們。他們注重口傳心授，用身體來去學習。哦，上一拜堂都有你學兩種樂器，係蕭鶴碩老師，他去上這個課。哦，真的啊，哇！你看這個為了學生，你看買這麼多的樂器。係啊。這個學的真係讚，厲害。繼續。好。各國嘅文化部分都做得去接觸一下。哦，認真，加油。那明年還會想再去參加比賽嗎？我再過去同大家學習啦。學習啊！有幾批正經做得同嘅條先生去學習下，明年再過來，明年可能是第一名，後年就變第一名。係為什麼？好，謝謝，多謝，謝謝，在一邊當草，謝謝啊！後生年，真的，當難得啦，當難得，係啊，還有3-4啥呢？係啊，係冇，在好高地度，非常感動。你回去跟他們講說，我羅時豐請吃飯，我謝謝他們。好，OK，來沙來，沙來聽一秒用力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彈過啦。年
的吗？对啊，冇更样啊，没讲到，没讲到。这是，人家冲过冲三个嘅共鸣完全冇强用呢。蜕变呢？系啊，有吗？你完全冇强用呢。我这根本冇想到。系冇？你是怎么突然？同金钱的比所以差很多。去寻到两个共鸣点。系啊。我刚才想说，其实冲到暗后，你有冇有可能听一秒？哎呦，我要躺一下。同金钱的比所以差东多呢。系吗？系啊。我这根本冇想到呢。有特别去请上学习嘛？我算刚入门的呀。有一层的呀。没有，是唱流行歌的呀。传统演有来比传统族啊。就会这个失败。系啊，有一层的啊，迄香港嘛该改编很难多。人家冲强还有人家共鸣的 V 全部编的呢。根本有可能系个许宗耀老师哦，我有几个3不5时啊，一个上有一上课系冇？你其中一欣赏啊，同期学。3不5时。有欣赏高有差。有亲对欣赏啦。系啊，差东多。哎嘛，徐老师今天也来到现场来啊。有。哎呀，很好。同期改编改错动态呢。其实叫佢上人哦，从一讲係優點，但係也係缺點，因為叫佢上非常嘅大步。我所講藝術山歌、藝術歌、流行歌全部共樣，一定要有韻味，一定要歌要大，要強上要重上樣嘢。我所講就當佢講而家歌嗬，一定要有層次出來，點咁標出來，即係叫得嚟啦，嗬。見咧就淺寫、淺難，結果咧，我老講做唔到樣嘢。而且要圓，一定要有層次出來，要重上，要強上。唱完咧可以讓佢按夾啊，佢就會講。係啊，按姿勢多啲，搞到按好啊。係啊，比到聽一秒。對啊。我未冇想到咧，我這個嚇到。你嚇到？有冇嚇到？應該嘅吧。董事播講，哎呦，第三名，係佳作蔓延嘅時間，你想哦？我想講，我天日出水家下，我比好下來家休息時間督導咁魏老師、魏勝松老師，呢個楊麗茹有進步動態。我就想到，哎呦，我禮拜入圍有望，有機會哦。係啊，結果天日啲喎，該上台表演的上台決賽家下，我就講報名係報到前3名。冇嗌名嗌完蛋咧！第3名又唔會衝，係啊！結果該主持人哦，就在打那個笑話講，金玉到例如梁山馬上會提名。哎呦，哦！那是講金玉是講愛啊，梁山瓊玉啦，金玉是誰？右邊瓊玉啦。瓊玉啊，國語就金玉，瓊玉哦，拍死我讀書冇按到，有邊讀邊冇，你是楊麗草嗎？楊麗草，係啊，結果嚴重我聽名講，我就講我真緊哦，我比按到排連入圍都冇入圍，要把第一排。所以你第一排也比住第1名啊！哎呦，厲害啦，恭喜你啦！什麼？明年第1名都冇人嚟，好嘛？好啦，我盡量加油！好，謝謝安子姐，什麼安子？好嚟殺下來。殺來第1名嘅廖瓊玉打了3個字。好嚟等我啦。
哎呦，大条命嘞！哎呀，天命冠军呢！哎呦，今日安尼多个个主持人开玩笑话讲，哎呀，你唔知呀，强要唔會緊張嘛？會啊，會啊，給主持人啊，緊 Q and 亮嘿，秋雨，你如果說得到第1名的時候，你要怎麼辦？啊，然後例如就說，哦，恭喜！如果是例如呢？恭喜！不然要怎麼辦？對呀，不然怎麼辦？對啊，罵他，轉頭就走。係啊，你唔聽係天命做嘛？同我講，原因係乜嘅？啊，但是田春英唔要接去參加過誒。同嘅水從泰國、水從族誒、潮籍族誒、各族誒都有比過啊。冇，我去年啊比嘅平板族，得到第咩？第一名。啊，三國族忙是比過，忙是比過。可是跟有冇在比是平板族？可是平板族哦，國數懂多哎。所以我就選可是三國自族係你用嘅嘛？係倆意思。三國自你看，哎呦，用你以哈不是對手。哎呦，林彥真，你搶咗嘅咯？林彥真唔是看過，應該冇乜問題。係啊，個高手呢，我將他當成最厲害的高手，對手。是，那你是後來聽他唱才覺得他唱得好。對。但是你還沒聽他唱之前，你應該覺得他收手。不會啊，有看電視的時間。因為佢該冇啦，其實咪唱到以後。平板族啊，不，佢該流行族哦。創到洞流行族創到洞口，唔過嗰兩時來將來畢業時節，佢傳統族冇按說。懂冇說，就叫好幾條誒，好幾條字就來。這三國志創到平板一樣，平板創到三國志。我創10多年了呢。對呀，10多年了。懂有經驗未啊？你嘅電視機條線。對。某天有青島嘅朋友想去參加田春英，有冇有參加多組？從大家建議下，比賽要準備乜？安樣嘅真較會得獎，唔會咁緊張，係啊。佢唱歌哦，是講音色啦、轉強啊，講。不過啊，佢最重要的，我感覺啊，最重要，你站在台上那個氣勢，痴心情，就是那時候一直講說你不可能會入圍，可是我就拼給你看。對呀，也做第一名啊。年年是有得名啊。對啊，按你個名年那第一名都冇辦法比嘅，對嘛？其他族啊，我做得比平板族。再比完啦，係啊，拼第一名啊！拼第一名，每一年我都要來看你一眼。對呀，比一次，然後我就什麼有獎也都來節目中過。每一年都分享到，好唔好？係啊，好，謝謝你，安子姐，多謝。冠軍啊，大條命，強友子，係啊，謝謝，哎，在邊當炒，哎呦，很好，係啊，所以咩？對於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講，安也係歌唱節目啊，不管哪樣嘅比賽，做嚟傳揚咧客家文化，大家就多去報名，當然先來報安尼鬧熱大擂台，報名嘅電話0966676666等睇自家打電話來哦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哈，多謝，阿妹要多謝3位，哎呀，是夢3位，你今年突田春英三國自主還有3名啊，地球加油，安子吹，傳承客家文化，是夢小強老師，還有夢翠欣上，安子吹，辛苦嘞，還有是夢天中文工作人員，辛苦嘞，安子吹。好，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